野生丈夫看起来当派头，野生丈夫看起来当派头，野生丈夫看起来当派头。这套衣服看起来很漂亮。这套衣服看起来很漂亮。这套衣服看起来很漂亮。戴眼镜，戴眼镜，戴眼镜。可怕，可怕，可怕。俺不也看个天样，实在当戴眼镜。俺不也看个天样，实在当戴眼镜。俺不也看个天样，实在当戴眼镜。今晚看的电影内容实在令人害怕。今晚看的电影内容实在令人害怕。今晚看的电影内容实在令人害怕。喺屏东科技大学时尚设计同高年的陈秀竹先生，也按多年来用客家风舞来做对象，陆续推出了众多艺术的创作，还有其披戴客家的花布，什么呢？向客开发出新的创作性。哎，很冤枉哦！大半年说无你无卡，俺就胆酱泡面好吃吧？哈，韩菜哥哦，你阿爸你很多啊？我哪唔讲啦，俺唔晓注册啦。总吧，我要做本身，还想唔想老做下社会？唔记得啦。哎，川哥啊，有嘛个抢菜嘛？你总迄份卖四个月的梅，难怪哦，我是唔出。唔长地哦，我哪唔讲啊，其实俺开的。哎，你根本你有事吗？错，乜嘅？你有事吗？吼，你用啥？唔讲讲转去啦，你细神啦。俺唔会讲，baby 乖。你讲啊。好，今日下一来看下诈骗新闻，市场越来越松动的，犯罪手法越多，连10年的钱都想会骗。伊个45岁乡音的男人，也8年来用拉拉吹教练的身份骗亚条上学拉拉吹的学生的，唔但将收钱当贵，还要求要去太饭店骗吃骗喝，或者身上出面，将主动的也从脑壳。也警方带出也给人学做意见啦，8年来诈骗当中有之后是经济拉拉队也航运通的学生诶，各位怎有看到？你这个本诈骗的学生诶，有乜嘅法好讲啊哈？谁诈骗？你才诈骗！或者读到也两个热心的好先生，将身体研究都变帅，动咱其老的真面目，你也出来访问也两位热心的先生。太學，太學，太學。大學，大學，大學。佢散忙讀書，想愛考到好嘅大學。佢散忙讀書，想愛考到好嘅大學。佢散忙讀書。想愛考到好嘅大學。他努力讀書，想要考到好的大學。他努力讀書，想要考到好的大學。他努力讀書，想要考到好的大學。陸續，陸續，陸續。陸續，陸續，陸續。天色暗暝，調位陸續比轉七家嘅刀。天色暗暝，調位陸續比轉七家嘅刀。天色暗暝，調位陸續比轉七家嘅刀。天色暗了，鸟儿陆續飛回自己的窩。天色暗了，鳥兒陸續飛回自己的窩。天色暗了，鳥兒陸續飛回自己